甲单主遐人才，做伙去一世纪佛堂拜年呢。规日的正月初一呢，正月初一是拢以外口安尼去国佛堂拜年安尼呢。为着道务安尼者，无简单。无啦，迄阵伊咧传统哪会啊？真辛苦哦。咱这单位无安尼啦吼。咱拢来遮迄个，初一拢来这新源山大佛堂遮拜年。无安尼，无去国佛堂、国单主遐个佛堂去甲拜年啊。啊，就各单主单位的先人拢做伙来新源山。安尼较计我啦。有做几回到遮拜年。遐差不多3、4年、4、5年，我安尼对甲，迄阵较有咧处理嘛，差不多互我求到差不多大约差不多正10年，迄10年拢有对因处理啊。无简单哦。迄是拢对迄个29暝佛甲初一拢无对伊厝，拢去佛堂，像讲咱下营遮若10间佛堂，啊，就去10间佛堂去遐甲拜年安尼。啊，毋是干那下营遮呢吼，你若像讲麻豆、高雄、台南，也拢总去。哦，无简单哦。伤忝啦。我那迄无迄棍仔会使。有够忝的。无迄棍仔会砍一下。有够忝啦。无迄棍会有毒火啦。对啦。火气大惹火。迄阵的年糕了，哪会安尼？我嘛想无。人迄足虔诚的，迄阵咧度人足虔诚的。啊是。70外年还是72啦。72年，迄阵遐足封建的。迄阵。还袂下好。72年啦，下好。法律单位都，迄阵的道务啊，算办得真发展。哦，人迄拢过年拢无厝个。用红甲台啊飞，50台飞啊足几年。迄暝4岁，甲天光，就甲遐个单主人才安尼车开咧安尼去国佛堂咧拜年。哦。啊，毋是干那去附近尔安尼。哦，你若像讲台南、高雄也有啊，是煞落啊，迄个大内啊是山上有佛堂啊，也拢去啊。啊，就是拢差不多甲遐个单主领人才出去。哦，安尼舞规日的，舞规日。辛苦无简单。啊，对地出发来，对迄个做中营遐出发来对地。无啦，对宜德啦。咱对宜德遐出发来哦。对宜德咸水迄阵就是属咸水单位啊，迄个基础的。哦。无啦，我迄个法律的啦，客家法律啦。客家迄个兴义啦，兴义的兴家。最有基础的法律的。了啦，对法律的。毋过客家的兴家呢，太是法律的。爱佛堂的做兴家。兴家，咱老先人来就是拢去客家迄个陈前人、陈大遐。对。去遐甲会咧接触，你看咱若好老先人出来，边仔拢一个徐福山甲春代，迄个春代就是。陈前人的客家陈前人。啊，迄人安尼久。徐前人那是迄个兴家，纯阳圣道的。徐福山啊。我看迄照片哦，足侪好老前人啊，咱好老前人啊，出来拢差不多因人的义见啊。啊，伊迄落甲客家，伊迄若像第一个过来台湾来度客家，迄个春代。哦，客家陈前人。嘿哦。啊，了后伊来过倒转去大陆，汉朝。好老先人倒转去大陆了后，他从迄个道路交我，迄就叫做孙前人咧，那像。兴义纯阳圣道院遐，孙永德、孙庆德。咱即个麻豆单位吼。孙正阳。咱即个麻豆单位，我也查迄 FB 就是春代去度客家姓王的一个图书，啊，即个姓王的他去度迄个麻豆因外籍朋友，哦。因外籍点传书对，迄点传书，啊，迄阵咧拢差不多，差不多拢迄个做什么心啊？迄个李新花，对。迄拢差不多道，迄阵咧道亲，咱也较收收的，咱两人领做点传书嘛，吼，啊，迄阵咱去度李
新话那个导咱这个叫做王令。吴令啊。吴令啊。吴令。啊，吴令那个导咱这个。潘坚云啊。春来前人啊。哦。潘坚云啊。迄个吴令就做咱摩头单位的前任。好诶。了后，我是根据 FB 来。咱即阵吴令，迄个吴登老师迄阵住伫迄个咱旧的遮一个吼，刚胖的咧。无印象呢，敢有来住遮？吴令伊迄40几年，迄阵就领名啊。对啦，讲有来住遮，毋知啊。我会记那像。啊，吴令尾啊，伊是做前轮。啊，前轮了，煞有一天，济公老师领导啊，煞指定迄个春来做前轮。啊，春来唔敢接啦。潘坚云唔敢接，想讲伊是点来书啊，即个吴令搁伊的因书。啊，搁做伊的前任，唔敢接。是啊。啊，吴令意思就是讲，啊，迄个师尊集团就来指示的，尾啊去请到何老千人，咱何老千人对香港倒上来了。伊对香港倒转来咱台湾了。啊，迄个春来啊，佮伊接迄个何老千人，意思讲伊毋敢接这个名。请示何老千人讲，啊，迄个师尊指派，指派伊袂当违背师尊的名。是啊。迄个春来啊，接迄个钱，那是啊。迄是我根据脸书内底吼，你甲查迄个脸书内底摩头单位伊的演头就是直接走。有啦，咱的。啊，所以咱摩头单位就是，打这个存在遮多。好啦，家才。啊，伊迄阵就有训练3载嘛，所以迄本名文一经甲15条河龟济公老师。有六家春代春天人，伊了有3载。好。啊，迄阵求道，迄阵就是拢遐有3载出来咧开山啊，甚至开仙药班。啊，有当时就招台北的迄个3载落来。开过5、6班的仙药班。我有参加过再甲金钟班伫台南开的，啊，等大真人去遐讲的。啥物？再甲金钟啊，再学金钟班啊。啊，迄何老千人讲的。迄阵，迄个等大真人有上台咧讲啊，我有听。对，就是等大真人。来，六家等大三千人。伊迄人咧久。无少年的偌好看的。少年的相片啊有诶呢。伊较早哪像有哪对迄个药草有哪有研究。因为人讲叫啊大仙，算对即个药草方面哦，加减有研究。少年的穿西装吼，啊外正仔，我就好看。伊是相传是南极仙翁迄只仙鹤。啊，凤山迄个另外尾啊，凤翔单位。凤翔单位，凤山凤翔单位，伊就是南极仙翁迄只仙鹿来的传说，迄是仙佛临大的时阵讲安尼个。仙鹿个为迄个南极仙翁行鹿啊，对啦，有啊。行仙洞啊。啊，因为迄阵六家有3载嘛，伊画足侪迄落图出来。啊，迄个图出来是咱道中遐差不多遐坛主以上的人，甲
算义卖的，提出来建设活动。有啊，迄阵咧白河，我看一个做家具的，伊除了吊师尊画的迄个不足的迄个图，啊，我有听迄个领人咧甲我讲，迄毋知开偌济钱，意思爱布施出。现在话真贵。啊，但是迄阵互我求到70年，求到仙女就无咧画图啊。安尼啊？无咧画图，伊迄搁较早，伊拢差不多60几年，60几年、50几年迄旁显化。迄早会当参加仙乐班来足欢喜啊！啊，着足发心啊，仙乐班啊。咱这嘛捌开过仙乐班。仙乐班参加几遍？毋知有4、5遍无，毋知。台南嘛捌参加过，啊，咱遮嘛捌参加。一间啊，这边啊市一间啊，这新美幼稚园迄阵，互我嘛去参加一班咧仙乐班。嘿，互我读升大迄阵，就是去新美幼稚园边啊迄间，迄大学堂就是迄个因中信单位啊，府省中信单位，啊个孙前人一个群岛。嘿哦，孙前人群岛对啊。因为互我还佫有印象哦。咱啱捌去啊有啊。啊，开仙乐班以上迄个班员男名做是首席啊。哦，对对。仙乐班。迄班你有参加着无？哦，俺捌参加仙乐班啊。啊，离迄个说。迄首席的，迄可能参加无得。哟，迄首席的，迄班可能。民国76年。啊，互我是另外较早民国76年，我76年。他用名做诗咧。啊，伊用迄个所有的班员，但是迄阵六甲单位有哪红点啊？啊，伊遐参加的拢单主人才以上、1000口以上的啊，遐人员因南北二路吼，咱拢差不多话拢差不多无熟悉啊，伊从班员的人名啊做首诗出来。我看看。啊，写是善恶的善。我看看。啊，即马神佛济公老师。他问这班员讲你的人名若有恁内底徛起来？拢徛起来。遐地人拢徛起来。啊，咱70、80个哦，其中咱30几个吼，唔知影，还是讲话唔捌字，还话无注意，看无安尼啦。对对。结果。迄20、30个无徛起来，迄神佛会安尼人名佫一来念，遐个人佫徛起来。哦呀，神佛知影恁名？拢知影。哦。啊，迄工书袂晓写嘛，是那工书袂晓写，因为伊遐用人名落去斗诗嘛。哦呀，对。啊，斗诗起来，迄文字就较简洁点。哦，较袂像咱咧讲的遐通顺。对对对。啊，工书就袂晓写啊，啊，工书袂晓写啊，伊神佛愈啊伊迄个台仔骹安尼行落，啊，后壁工书伊乌帮，神佛嘛无回头看，伊就敢若担一个头，工书就袂晓写啊，字袂晓写啊，伊担一个头啊，神佛就甲讲啊，左边一个手字旁啊，右边一个什么字啊，啊，工书甲写。仙女都无看迄个，无看都帮遐人咧。啊，伊甲担一个头咧，伊就知影伊对日伊袂晓死啊。仙女算做后空啊，目睭啊，后空嘛后睭啊吼，目睭无所不在啊，千手千眼啊。你看时间前这样的人，是真格你。问题就是讲。即个工书字袂晓写，伊用人名斗起来，迄字较简洁，哦，迄文章较简洁，咧读个吼较袂，伊工书毋知影迄字要安怎写啊，而且并袂晓写，伊就甲神律一直讲咧，啊神律就甲讲啊，这个左边一个什么旁，啊右边一个什么字，安尼还赶紧写。哦，够够。啊，著用外国看尔，伊无用目睭看，够毋免用目睭看。对啦，哦，规身躯拢有目睭啊。啊，你班外你看着你，逐个嘛感觉讲，哦，啊，这都真正有神律咧，无神律哪有法度？哦，是。伊哪知影讲，即个工书写到第几字袂晓写？哦，啊，这字是爱安怎写？
哦，嘿呐，参加仙乐班足够发心的，发心要设活动啊，还是要开放啊，要做讲师啊。你因为仙乐班的显化是要互咱增加迄个信心，确实真正有仙佛的存在。是啊是啊，确实有仙。咱的单纯啊，咱自然就会感应，讲会发心。若像迄乌苏兰想的奇怪怪生活的，就要乌空乌胖的，讲迄无影，迄骗人的假，迄斗空的。迄就是心无得啊！我别想想迄。无啊，迄个人的因缘。你有当时啊讲，伊读甲毋是真歹，伊有那是一个知识分子，但是你咧讲伊无咧甲伊升级。伊是以所学的学习来咧论证。迄个显然，所以得度显然。地处显然啊。地处显然。嘿啦，爱直心啦，相信伊直心啦，直心那是道场的。地处显然。哦，无，敢若用一寡迄个社会方法喏，无法度入道。伊个意识心观啊，意识心观，你要讲互伊，你若想要甲讲是仙佛咧，甲咱开示的，就是讲你爱熟悉有哪爱甲咱佛有的。啊，你熟悉有哪第三教当中，你三教当中有哪有咧学？即世名师应运落来，你知影通来求得。求得了，你就知影人去学。你若熟悉无迄个缘，你读到偌好都无效。读到偌好，伊也无咧甲你神经。伊平生都较牛。人拢爱谦虚啦，爱谦虚啦。问题是讲伊安尼黑白相啊，无要学道，安尼时间过啊，老去啊，规空去啊，有得到啥话？真知识分子无咧甲你相信你读。咱有信，咱个会。伊咧讲的，就是讲我目睭所看的，看有底的我才要相信，并看无底的我都唔相信。因是依着现实，依着肉眼来咧看代志。迄个咱咧讲的，就是讲，甲即个佛。天理虽大，男人无根之草。所以就是眼界的、眼光的问题啦。世间人哪有迄个眼光，看到时势以后的演变。你讲话，较早遐老先人背遐简文书记的话，拢无啥读册，拢无啥读册。但是因是安尼发出迄个心，因有迄个根。发表善根为根。有迄个熟悉的根源。你若熟悉无迄个根，你甲数过做嘛无路用。人有即个时机，就是爱学道啦。有遮好的资源，就是爱好好量啊帮助咱提升哦。无一世人念伊就过啊你。咱就爱善用啊，善用环境，善用资源。若毋是去咧做歹代志，透要紧吼，是毋是？这嘛是种劝善呢，帮助社会，社会治安拢有改善，人咧学都讲拢毋免警察，咱咧想要修行啊，就。就是爱对咱儒教，所以先讲起来，像先像较早过去第15代祖师，就拢有讲过。真是儒教英语。儒教英文，儒教英。儒教英，真确实真正儒教英。你要达到迄个普度，要世界大同，你无用儒教这套修齐治平，你完全无可能。因为即摆来教育的伊就等于即摆人较早人教育无逐个拢有，即摆教育就是拢普遍，普遍咱就是拢一般的，咱过去孔有著所留下，遮史书遮。所以前较早咱师尊就有咧讲啊，讲三期末间恁题目你就认落去，这是儒教应运的，尊儒复兴。
意思甲咱讲，咱题目就看好清楚啦。啊，你事实你要达到迄个世界大同，你无用咱主教这套无可能。啊，儒家啊记着。你一定要用咱儒教这个纲常伦理，三纲五常八德这，用这个格物诚义，正心修身，格致诚正，自知诚意正心，修身修己治体，你一定要用这里头我都平衡你。是啊。较早是像阮迄阵，刚刚咧学，先出就定咧讲儒家应运，尊儒护习。儒家应运，尊儒护习。咱虽然是三教合一，但是主体就是咱儒家应运。儒家应运。那先后为道家真如复兴，真如复兴，如应复兴啊！咱儒教就是过去孔老祖的思想，孔孟学说，孔孟学说的迄个真理，咱拢完全无了解。现在无了解，因为中国上有名注解四书的是朱熹嘛，啊朱熹夫子是先分，这孔老师有咧讲，伊无读到迄个。圣人的精神，伊是到贤人的精神，还佫以迄个气命所苦。伊无得到迄个儒文心法，但是伊注解出来，这个四书是要互咱做平常时啊人性，但是你佫深一下，要去甲认识咱儒教的心法。儒教的心法是存在大学中庸，大学中庸的宝贵就是因为咱孔老夫子的心法的传承，就是出现于迄个大学甲中庸，大学中庸的精髓，你要注解的详细，以华个人的见解，顺良底阮注解迄本上深入。格物致知朴素啊，一本啊，这第朴素了。一本啊，这《西洋浅书》。系啊，《西洋浅书》。《西洋浅书》是民国36年，顺良帝君伫中国大陆，迄阵正月嘛，伫中国大陆奉老母娘的名来注解大学中。伊是《论语》是伊算讲家己道地一对答内底，大势是毋是伊心法？大势毋是伫伊内底迄个论语内底所举的题嘛？伊另外大学是迄个曾子啦。曾子是根据孔老夫子的学说理论所做的一本书，这个中庸就是。孔老夫子的孙朱熹，朱熹就是率性，伊忠信，名字是雅性，孔老夫子是智性。你若《论语》是啥意思？论语是孔老夫子左右内部，伊所教遐学生所一文一答，收入迄本内底，收了做论语。对啦，迄本是伦理，孟子伊迄个另外离孔老夫子100档，伊嘛是等于是左右内部迄个有所推国王，但是以前的当初无大开普渡，你都无效，亲像孔老夫子相共，伊虽然有迄个理想，但是。无法度应试嘛，迄时运无够，袂大开普渡咧，伊袂当像讲咱进讲会当去得道，所以伊是暗中传道，伊是暗中传道，像这个心法是伊的教学生一文一答当中，像颜夫子伊就有法度去契合孔老夫子的心法，孔老夫子来将
传互伊安尼，迄阵是单传，袂当打开。算伫咧讲当中，伊会当互看有代志，我同伊配合的爱传互伊安尼。你若像无做传落来，做些人，迄是契合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啦，啊你契合伊的生活，伊较有法度通去近。啊你无契合，你生活要哪去？对啊。啊因为迄阵是袂使摄漏嘛，哦，你所以六祖伊嘛是三更朔华，哦，无做要反正要甲点倒的时阵，伊嘛是爱用加洗遐的，啊甲传个道互伊，啊叫伊就拼走，无生了无有。哦，食茶啊，食茶，辛苦辛苦，食茶啊，感恩哦，真仁慈悲哦，哦，咱大发慈悲，安有功德有功德。我迄本迄个西方全书哦，然后用哦，加减啊摕个研究，因为互我看迄本的注解是足全面的，互我真正抑阁毋敢讲完全看哦。学用浅言心注，学用浅言心注，精髓，心华精髓。啊，你中庸哦，中庸是祖师佛祖，伊嘛是根据孔老祖的论选，啊，甲做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较早咱的学堂拢有写大学高中伦理，是啊，因为这两本是暗藏着咱儒门的心法。是啊，儒门的心法。但是伊这是算文字上的心法。伊迄个阁是算文字上的心法，教宗的心法，伊毋是道的心法。对啦，因为嘛是爱照着教啊，但是伊的应用就是以即马咱所以咱看着即个物件了，看着这文字了，咱就了解讲啊，过去这个孔老夫子所留的遮，就是人讲名传世事，暗传道，就是这。你像讲咱有得到了，其实咱所看是文字，但是咱若准有得到，咱就知讲遐文字是咧讲啥。啊，如果你若讲暗，咱无得到的话，咱看嘛是遮文字。伊只是讲，互咱会当修心用，是讲啊，要安怎去看到外口，要安怎去除着遮内容，回归着本心。所以伊知影讲咱有一个知影讲啊，咱就有一个灵性，但是毋知讲这个灵性好去好做。对啦。问题就是讲，你有得到你看大学中庸，你会较深入。亲像讲，你有得到了，互我迄阵求道了，有一个送互我的迄个圣经，啊，互我咧看嘛，是来小可看。哦。是安怎看？因为伊咧讲的始祖者的真理，拄啊甲咱得到体有关。耶稣圣人定是迄个是地底老弟有宝贵的话来洗清世间人的罪恶。啊，伊死的时阵定是伊遐，当时就是人的强盗，咱的左右人，这就是强盗。啊，你的真人，你的自性耶稣就是你的本性。赵老师，安尼啉咖啡哦？无，感恩啊，安尼爱食茶的啦，感恩哦。咱做工过了肝爱补充水分的，感恩啊，咱有功劳啊，先人有功劳。